再来关心的是台湾诗人李奎贤，伫1月15过身，食到87岁。讲到这李奎贤，伊毋但是对台湾本土文学有真大的贡献，同时嘛是翻译家甲工程师。在生时，伊是真积极甲国际诗坛来交流，摕过国内外真侪项文学奖，包括着国家文艺奖，也有韩国的亚洲诗人贡献奖，会当讲作是台湾文学界真重要的崇拜。 为黄昏的云彩，看到你的水，台湾，我的家乡，我的爱。诗人李奎贤用母语念出“我的台湾，我的希望”这首诗。伊伫1月15过身，食到87岁。自16岁就开始写诗，也伫1964年加入第一诗社，作品反映台湾社会甲土地。除了创作，伊也翻译过侪外国文学。 积极参与国际诗坛，促进台湾和世界的交流。有头前，我照后壁的过安尼啦，我是安尼来看。所以我就感谢李奎贤老师，因进行的是咱台湾的拍拼，甲国际的交流。无论是伊出去，还是办国际诗人节。 这拢有足大的贡献。台湾文学馆也表示，目前馆内一寡点钟、手稿、国际诗人批信交流记录，拢是李奎贤老师在生时阵无私提供。一寡珍贵的物件，拢是台湾文学重要的根。伊个人的诗作创作，当然本身就是贴近土地啊，贴近现实。然后伊特别强调迄种一般人民的生活经验啦。甲伊本身为做工程工程师出身，其实拢有相关关系，就是讲伊的诗作就会较偏向理性、冷静，客观，然后伊的表达就较简洁。 台湾文学馆表示，诗人李奎贤一世人得过侪奖项，包括国家文艺奖、韩国亚洲诗人贡献奖等等。因若是诗人，也是发明家，所以过去也捌摕到美国爱因斯坦国际学术基金会和平铜牌奖。文化部表示，诗人李奎贤透过文学带台湾走向世界，文化部会请总统命令保养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